王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啊！大人，请。请。安西都护府节度使高将军拥兵自重，与胡商勾结，聚敛财富。强盗劫匪猖獗，商道很不安全，皆是他故意所为。听说他还和胡人暗中来往，不知李大人可有耳闻呢？你是监察御史，消息比我灵通。哎呀，西域各州刺史对此确有怨言呐。王大人给皇上参上一本，事情不就解决了吗？我虽有此意，但又恐查办了高将军，一时没有合适的人替代，岂不是误了朝廷的大事？哎，就是牵一只猴子到安西都护府，戴一顶官帽，拿一封官印，也会有为有事的。哎呀，李大人不愧是一代名相，话虽然尖刻，却一语中的，佩服。哎，不过王大人啊，皇上的60大寿马上快要到了，你有什么打算呢？李大人，我为皇上准备了2匹西域宝马，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叫助情神药，有枯木回转之效，金枪不倒之功。你看，好东西啊！皇上60大寿，能献如此奇妙之贡品，王大人你也是煞费苦心呐！平时皇上夸你理财有方，我就想到王大人还有更厉害的一手啊！身为臣子，就应该时时刻刻为皇上着想，为朝廷尽忠啊！说得好。哎呀，我今天请王大人来，还有一事相问呢。李大人，请讲。你家千金知书达理，才貌俱佳，我那公子每提起都是赞不绝口。我听说，目前还待字闺中，没有许配，是吗？是啊。俗话说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我家小女现在也没有相中一个合适的人家，也实在是我的一块心病啊。哎，不知我家犬子算不算一人选呢？小女王嫣如能配上你家公子，实属高攀，求之不得呀！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好，那我明天就携犬子到府上提亲，怎样？好啊！明日一早，我就在家府门口恭候李大人光临，家府上下受宠若惊，蓬荜生辉呀！真好看，姐姐，你现在的女红越来越好了，是吗？我可不是巧舌如簧的人，为讨姐姐欢心，专捡好听的说。就凭你这几句话，日后我一定绣一个荷包给你，送你的心上人。姐姐，你又拿我说笑了。我们这些做下人的女子，到头来还不是随便找个人家就嫁了，哪里找什么心上人？别人我不管，你的大事啊，我替你做主。如果遇不到可心的人，哪怕他是皇亲国戚，咱们都不嫁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对，有姐姐替我做主，是我的福气。看剑，妹妹你行啊！水哥教了你那么多天，我看都看会了。哦，原来你不好好读书，看我们练剑来着。
这叫专学者无心，偷看者有意。这话怎么讲？你是专门学武者，却心猿意马，偏偏我这个偷看者看出了点门道。呵，说你花绣得好，你说得眼病的时候绣的。公子，你别说，姐姐的花绣得真的不错呢。你看，给谁绣的？不给谁，我不信。就是听水哥说，他们乡下姑娘都做得一手好女红，我挺羡慕的，我就想自己练练。等他从瓜州回来，我让他大吃一惊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说你怎么最近不读书啊？不读书也比你强10倍100倍。原来你还想着那个乡巴佬。你胡说！我胡说？你的信誓都写在这上面了，不承认吗？这是我的闺房，你未经允许擅自踏入，我让家丁赶紧出去。我是你哥，你是我妹。进你的闺房是为了检查你有没有私偷男人，或者是偷写情书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谁敢赶我走？谁敢赶我走？不怕家法，难道还不怕我的天狗吃约剑？嗯，你胡说！你出去！哎，妹妹着急了是不是？生气了？走，快走啊！哎呀，王大人，哎呀，李大人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请，里边请。哎，李公子，哎，你这是来你家提亲的？哦，好，走。啊，我跟你说，王大人，我这可是见风就是雨呀！啊，你一句戏言，我便当真。哎呀，也实在是因为你家千金小姐的品貌非凡呐。哪里，小女许嫁你家公子，那我们实在是高攀了。哎，客气。李王两家若能结为亲眷，那不光是你家千金小姐和我家公子的美事，那也是我们李王两家的美事啊！这就叫两全其美啊！不去。小姐，宰相大人携公子前来王府，拒不相见，恐怕不妥。不见。是王大人叫我来的。就说我身体不适，不便相见。小姐，姐姐身体确有不适，早天还说要求医问药呢。回老爷话，小姐身体不适，正在请医问药。燕儿有病，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？老爷事务繁忙，夫人不让打扰，以免老爷担心。啊，王大人，小姐身体不适，那就算了吧。啊，哎，刚才还好好的。燕儿，我实在不知内情，望李大人多多包涵。聘礼我就收下，改日我带小女登门谢罪。哎，哪里，结为亲眷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啊！王大人千万不要客气，那我就先行告辞，请。哎呀，来，你们可是远方回来的客人呐。这铁哥干什么去了？铁哥找人问话去了。那金哥呢？金哥怎么没来啊？升官了。是吗？哎呀，这么快就升官了，升官好啊，升官了能发财。是啊，已经很有钱了。那你们呢？升没升啊？我们回去就升，啊快。在马普都呢，见到他们没有啊？他们回老家过日子去。哦，哎，那可是一对好人呐。好，摔得好，有个性。
当朝宰相送的礼物你也敢摔啊？长安城没有第二个人了啊！好，嫣儿，好，嫣儿，嫣儿，哎呀，你不可任性！摔呀，接着摔，往外扔，往外扔啊，往外面扔啊！嫣儿，妹妹正在兴头上，你让她扔，扔！你少说两句。好了，嫣儿啊，婚姻大事不可任性。你父亲也是为了你好，才接受了李大人的美意。李大人是当朝的官员，他的儿子长得也有些模样，许配给他，也不辱没我们家嫣儿啊。该是门当户对了，该是门当户对了。母亲，父亲明明知道女儿的心思，为什么要自作主张把女儿配给别人？女儿的心思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妹妹心里还想着那个乡巴佬呢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水哥其实已经喂给西北大漠的野狼了。你说什么？母亲，啊，哥哥说的是真的吗？母亲，哥哥说的是真的吗？母亲，你跟我说实话呀！水哥现在怎么样了？母亲，你说呀！好好服侍啊！母亲。哎呀，快，铁哥，快坐，抱着大碗不走，你跳什么墙啊你？哎呀，走捷径嘛。快吃。好，你们慢慢吃啊。怎么样？王大人把王嫣许配给宰相的公子，聘礼已经收下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府里府外的人都在说呢。王嫣呢？王嫣答应了。王嫣嘛，当然还是想着咱们水哥。再哭再闹的，就怕小腿拧不过大腿啊！说正事，这也是正事儿啊！我问的是王大人。啊，王大人在，那就好。不过明天在不在就说不好了。今晚就去。咋去啊？记得上德堂的暗道吗？怎么了？瓜州客栈也有暗道，他们之间肯定是相通的。那我们今晚就先去瓜州客栈。好。夫人，什么事啊？夫人，不好了，姐姐正在收拾东西，说要去瓜州呢。找老爷，快找老爷去！放肆！嫣儿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怎么办呢？嫣儿太过任性，派人看管起来，不准出家门一步，闭门思过。你执意要随你的心愿，那你得慢慢的感化你父亲啊，不能硬来。母亲，水哥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我想知道实情。哎，你哥哥信口胡言，你也相信啊？你好好伺候他。不得离开半步，有事叫我。夫人，姐姐还没吃饭呢。难道还让我来喂吗？饿坏了她，我拿你是问。姐姐，你都听见了，你不吃饭，夫人是会找我麻烦的。姐姐就当是体恤体恤我，吃上2口吧。姐姐，你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！
姐姐，你答应吃了吗？老爷，老爷，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老爷来了。啊，燕儿，父亲视你为掌上明珠，你可以为了一点小事就不理睬父亲了吗？来吧，跟父亲切磋切磋，啊！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以前的事儿，走，那都是误会。你看，咱们没冤没仇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少侠饶命！少侠，不敢，少侠饶命啊，少侠！少侠，饶命！老老实实就饶你不死。老实，那绝对老实。这间屋子里面有暗道？没有，那绝对没有。瞎说，暗道就在那儿。有没有？有的，直通王大人的家。直通王大人家的尚德堂。杜大人和毛大人要见王大人的时候，那都是从这条暗道过去的。打开。哎呀，不敢，没有杜大人和毛大人点头，那谁都不能打开呀。打开。不敢。那毛大人过几天就回来了，他要是知道，那他得杀了我呀！跪下！水哥，你听到没有？他们是一伙的，杀了他，放一把火，烧了这家铺店，干脆利落。哎呀，不敢，少侠，不敢，我不是坏人，那就是算做了一点点坏事，那也是杜大人和毛大人他们指使的，那不赖我呀，少侠。我求你了，少侠。他们不会再指使你了。那怎么可能啊？他们去见阎王了。你看，不可能啊！别跟他废话了，咱们时间不多了。哎呀，燕儿的棋艺真是大有长进呐！为父又输给你一盘呐！父亲，女儿知道父亲是为了讨女儿欢心，故意输给女儿的。如果父亲真想……好了，今天不说了，为父还要给皇上写奏章，你也要早些歇息了。就到这儿吧。父亲。好了。大人请慢走。起来，走。在哪儿？就在那个瓶子的右边，对。你们和童哥翻墙进御史府，在尚德堂。好。哎，水哥，那他怎么办？少侠，我求求你了，饶了我吧！把他放了。这不错，来。走。
高将军拥兵自重，与胡人暗中。水哥，你是人还是鬼？来人，走！跪下，跪下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老狗，到现在你还假装糊涂？水哥，动手啊！慢！水哥，你们不是鬼啊！幸亏老天有眼，我们没有变成戈壁沙漠中的孤魂野鬼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这是杜大人送给你的礼物。啊！堂堂监察御史大人，竟然这么点胆量！杜恒他做了什么事情啊？我确实一无所知啊！好一个一无所知啊！让家丁去叫王嫣过来，你自己对你的女儿王嫣说吧。快去啊！快去把王嫣叫到这儿来！快去呀！我跟他去。起来！我真是太意外了，我都还没准备好呢，水哥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呢？铁哥，你没有骗我吧？水哥，让你的父亲大人跟你说吧。说吧。父亲。燕儿，是为父的错。我收水哥为义子，是想利用他；我让他们去瓜州，是想借杜恒杜大人的手。除掉他们。我知道你已心属水哥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实在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只会舞枪弄棒的乡下野童。父亲，你还没有说完。当着你女儿的面，你说不出口。好，我替你说。杜恒皮带地方父母官的衣冠，在瓜州一官一匪，聚敛财富，滥杀无辜，就是因为朝中有你做靠山。我爹不愿意与你们为伍作恶，你们怕他泄露你们的恶行，就杀了他。为了斩草除根，你们还杀了我娘亲，还有我小妹。为了杀我，你们不惜杀害整个盘溪村的父老乡亲。这些你都是知道的。后来，我阴差阳错到了你的府上，你通过你的女儿知道了我的身世。你的尚德堂与安道和瓜州客栈相通，为了证实我就是你们要追杀的那个漏网之鱼，就让毛里求和杜恒来府上指认我。毛里求和杜恒要在长安城，在瓜州客栈动手杀我。
杀者，你怕惹出事来，就费尽心机收我为义子，送我们五兄弟去瓜州从军，利用我们抢劫贡品，嫁祸高将军，一箭双雕，万无一失。你差一点就得逞了。就是这个人，就是你爹，下黑手杀死了金戈，害死了赛马阿卜都，还有一个叫十三苗的好人。我已经输了这盘棋，他们已经知道了一切。他们杀了杜恒杜大人，现在该杀我了。这案子上就是杜恒杜大人的人头。姐姐，姐姐，扶他下去吧。水哥，该动手了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想当初你进府来，叫灵儿习武，你跟嫣儿下棋玩耍，有过许多的乐趣。嫣儿钟情于你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我也是马失前蹄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事已至此，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水哥，你别听这老贼胡说！难道你忘了我们回长安做什么？水哥，你要不忍心，我来。动手吧！水哥，水哥，水哥，动手啊！以后别让我再碰见你。水哥，水哥，水哥！这么多天，我没有一天不担心你的。我不知道我父亲他，你已经把他杀了，对吗？
我太自私了，对吗？是我父亲不对，可我还是不希望你杀他。水哥，你已经原谅我父亲了，对吗？我知道你不会原谅他的，我很愧疚。是我太天真了。原本以为我们可以。你是名门贵秀，我也是江湖中人，这个还是还给你。我们两个的距离太遥远了。告辞。水哥，水哥。这是我们相打、相识、相知的地方，同时也是我们兄弟几个要分别的地方。离开凤梯山的时候，一玄道长跟我说，如果厌倦了尘世，就回山，随他习经悟道。你们呢？就在长安瞎胡混吧。再攀个高枝儿。起得找个正经营生。师哥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为啥不杀那个狗官王大人呢？高将军会奏报皇上的。你们说水哥是不是情迷心窍了？也许我们还会有再见面的时候。
青山人为美，笑与泪，心无畏，千里万里人相随，留得真情日月追，少年有情不言悔。来人，给我调集人马，捉拿那几个小毛贼，杀无赦！云中来，风未歇。云遮风锁生死劫，少年郎，青兰街，书法策马生风雪，斗酒世间，世间斗酒，一言而尽这男儿潇洒。纵马万里，万里纵马，一骑穿云霄对繁华。九重门，刀光烈，肝胆相照自豪杰。忽旋雷，寻孤雁，善恶不待天地缺。
城。